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上集講到我老公跟師傅學習之後，好快就能夠睇到我哋所有人嘅前世經歷。最神奇係，只要我哋講出想知道嘅主題，佢就會揾到有關嘅前世記錄。好多人以為最影響我哋嘅前世係我哋嘅對上一世，但其實並唔一定係。影響我最深嘅其中一世，即係前一集我講過我被燒死嗰一世。原來真正嘅故事係當時大約公元後幾百年，歐洲嘅一個小國。我係一個法力高強嘅女巫。有一次我發生一啲意外，爭啲俾人捉咗。有一個有權勢嘅貴族救咗我，我就開始幫佢做事，而我嘅魔法能力開始引起好多人嘅注意。有一班宗教人士開始對好多人講話我係魔女，最後我俾嗰班人捉住，綁咗喺木架上面，要燒死我。過程當中，好多我曾經幫過嘅人，或者對我唔認識嘅人都相信咗佢哋。所以當我被燒嘅嗰一刻，情緒非常憤怒同委屈，唔明白點解我做咗好事仲要俾人燒死，所以落咗一個好惡毒嘅詛咒，就係所有話我係魔女嘅人都要死。結果我嘅法力真係好犀利，我燒死之後發生咗一個疫症，好多人真係因為咁樣死咗。於是我嘅靈魂感到非常自責，而我亦都經歷好多世早死。因果業力，所以要付出代價。我今世嘅氣管問題、小腿位置比較嚴重嘅濕疹問題，都係嚟自呢一世嘅業力。所以我要明白同放下呢一世發生嘅事情，我要原諒自己同學習愛自己，先可以療癒自己。下一集我哋會講更多前世故事，今集講到呢度先，記得追蹤 Manny，下集見。